拄句立新约，拄句立新约，咱三甲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昨昏有一个新闻，我相信大家拢知影，因为毋若新闻，每一届开拢在报，可能你拄到的人嘛在甲你讲，什么消息？奥运，伦敦奥运，吼。所以只要咱我相信，若是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，咱若是常常拄着人，拢甲别人分享你读圣经所得到的感想，也是分享讲，即礼拜咱教会安排的读经进度是伫倒位。我相信信心会做搁较大的工伫咱的中间。最近咱的教会所安排读经的进度是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的背景是迄当阵北国以色列，伊已经伫主前722年已经灭亡伫亚述啦。过100年了后，差不多伫主前627年到580年，就是先知耶利米。伊伫南国犹大担任上帝代言人的工作。这段时间是南国犹大面对国家要灭亡、百姓要受掠前上界混乱不安的世代。耶利米有52章，是先知书内底第二大本的书。所以我将耶利米52章分做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耶利米书第1章，伊是讲到耶利米安怎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做先知。第2章到第20章，是上帝来责备伊的百姓。耶利米讲6篇的讲道，这6篇的讲道拢毋是伫圣殿内面，耶利米来讲互百姓听，拢是耶利米伫圣殿的门口。耶利米伊责备遮的来限制百姓。上帝也通过先知以赛亚捌讲，因为遮的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就离开我远远。兄弟，迄当阵的百姓，将来到圣殿来献祭这个行动，诚做是一个上帝对我的保庇，一个护身符。伊献祭中间，伊犹原稳准家己伫生活中，犹原伫罪恶的内面，却是要照着这献礼物来讹洗上帝。其实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嘛有同款的问题。咱的生命有诶罪重大，咱拢无愿意去对付，咱也无想要倚靠主的恩典，会当来赢过这个罪恶的辖制。所以，咱老的自我犹原真强大，咱的生命信主了后，犹原无改变。总是咱犹原拢会来教会聚会，咱每一天嘛会读圣经，嘛会祈祷，咱唱诗歌，甚至伫咱的教会中，咱担任济服侍。求主怜悯咱，互咱会当为着咱家己的罪，咱迄个老的自我，会当用忧伤痛悔的心来亲近咱的主。迄当阵耶利米伊就是将即款的情形下面，伊徛伫圣殿的外口，对百姓讲：恁所看到即个真水的圣殿啊，就要互火烧去啊，拢要拆毁啊！因为咱得罪上帝，上帝已经无伫遮。总是遮的百姓，因拢讲：这哪有可能啦？这就是叫做耶和华的殿呢，这是耶和华的殿呢。所以先知耶利米伊讲6篇讲到了后，遮的百姓犹原无改变。第21章到29章，这段圣经在伊在讲到，遮的百姓要受掠的预言甲警告。这段信息的主要的对象是讲到什么人？犹大最后一个国王西底家王、甲约雅斤王，以及遮个传平安的遮个信息的假先知。这时的耶利米的处境非常的艰难，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个国家要灭亡的这个信息有启示互耶利米知影。耶利米知了后，心肝非常的艰苦，所以当伊还未出去传悔改信息进前，伊就常常为着百姓在流目屎在求上帝。总是这时上帝甲伊讲：耶利米，即马毋是流目屎为着百姓在求的时阵，
赶紧出去传悔改的道理。当亚利比出去传道理的时，百姓拢甲伊骂，拢无愿意接受即个悔改的道理，甚至将伊下伫监内底。总是亚利比，伊犹原转向上帝，继续向上帝来祈求。亚利比21章到29章，上帝伊通过亚利比来预言警告以色列百姓，因拢会受掠。其实，伫所有的先知书的内面，拢捌预言着百姓会受掠、审判的信息。总是毋是在伫即个预言是毋是有实现，来证明即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先知讲遮的上界重要的，就是要看见上帝百姓是毋是有真正认罪悔改。亚利比30章到33章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经文中的其中的一段。这4章内底称作是安慰的主啊，安慰百姓的主。要讲到啥物？有言以色列百姓虽然会受掠，总是因会搁一摆转到家己的厝。亚利比34章到45章讲到啥物？有言已经实现啊！上帝百姓无真正认罪悔改，所以有言实现。耶路撒冷受拆毁，君王百姓受杀受掠，亚利比伊亲目看见伊所讲的预言真正实现，所以为着这常常伫流目屎，常常伫哭。所以咱常常拢讲亚利比是个流目屎的先知。特别是39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，耶路撒冷受破坏、受拆毁的情形，这嘛是亚利比哀歌所写落来的背景。亚利比46章到51章是讲到对外邦列国的审判。咱要知影，上帝世界毋单只是有以色列人尔哦，上帝要互全地，要互外邦拢知影，伊是上帝。最后一章52章是讲到历史的资料，耶路撒冷陷落，南国犹大灭亡，百姓受掠到伫巴比伦。各位兄弟，伫迄当阵的南国犹大的情形下面，咱要知影先知书就好亲像是一个报纸的社论一样，是要说明讲对第一版的新闻的一个看法。先知书互咱会当了解到上帝安怎看待迄当阵的社会情景。总是咱一般的人摕到报纸拢是安怎？第一版看看头版消息看一看，遐欢喜啊、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咱拢无啥爱去看社论中间迄个责备、叫人悔改的信息。亚利比的时代，第一版的消息是啥物？就是巴比伦王要带领大军来攻打南国犹大。犹大因的策略是啥物？因是想要爱联合南国的埃及，南方的埃及，做伙来抵敌北方的这巴比伦的大军。只是咱就想象，第一版的新闻会讲啥物？一定是讲到爱鼓舞人心嘛，这百姓爱来支持国家的政策，毋是要倚靠上帝，是要来倚靠南国迄个埃及国家。总是伫社论先知书中间，伊毋是安尼讲。亚利比讲啥物？伊讲咱的国家实在是得罪上帝，咱甲上帝立约的中间咱无忠心，而且还佫无信实甲别人做伙来立约。咱无对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受掠，咱学着功课，因为咱到今仔日犹原背逆上帝，犹原在欺骗人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就是伫审判的预言甲审判发生的中间。各位兄弟，上帝借着预言的实现，带来审判，为着要来洗清伊百姓的一切拉伤，才会完梗。上帝的目的毋是要来处罚这百姓，上帝目的是毋望通过管教，将上帝甲百姓中间受破坏迄个完整，会当带来更新甲复兴。
只是上帝的心意，毋是想要互遮百姓受苦。虽然即马因灭亡受掠，总是未来因一定会当阁转来。所以先知就将要转来了后的欢喜做一个比较，甲百姓讲：现今虽然咱真艰苦，总是未来咱犹原有盼望。所以通过今仔日的20节的经文，先知耶利米要甲百姓讲：上帝要将受破坏过去迄个悲伤来拄去，要立今生的一个约，要搁一个守续互伊的百姓，互百姓会当进入即个今生的约，会当进入伫上帝的恩典中。所以咱看到第一个拄去旧的悲伤，14节到22节吼，所以我讲，请咱圣经毋通合起来吼，咱要继续来看咱的圣经节。第14节的所在，有伫描写着百姓受掠倒转来了后迄个满足。若是咱对头读耶利米书开始，咱就会发现，迄个时代的祭司啊，因真卑劣，而且呢拜偶像，因毋是合上帝心意的祭司。总是上帝互因受掠转来了后，毋是要处罚因做一个一级贫富的，互因真善车，毋是讲恁转来，因为以前你毋好，所以恁爱做上善车的人，毋是。上帝反转互因受掠转来了后，的光景比受掠进前搁较美好。这嘛亲像耶稣所讲的，伊讲啥物？我来要互因有啊，搁有丰盛啊。耶稣说什么？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上帝的百姓受掠了后，伊会当转来了后，伊会当照着上帝心意生活献祭，上帝的心得到满足。上帝的百姓也会因为上帝的恩典来满意，毋是搁一摆活伫罪的权势下面，真凄惨安尼，有一天无一天安尼来过。15节圣经节伫新约马太嘛有引用，就是伫耶稣降生出生的时，这段圣经节毋是伫预言，因为咱知伫创世纪中间，拉结是啥物人的某？拉结是谁的太太？雅各，而且是雅各上意爱迄个某，总是因为生囝来死去，所以是因为伊的囝为着伊来哭啊。为什么圣经讲拉结靠伊的囝儿？为什么安尼写？耶利米书49有记载哦。耶利米伊是伫拉玛连玛即个所在。互人受讨棒，转去伊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。咱要知耶利米，伊无互人受掠到伫外邦，伊直直拢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。总是所有受掠的百姓，拢是伫连玛即个所在集合做伙，了后呢，做伙送去北方的巴比伦国家。连玛是伫拉结伊的坟墓的附近。伫耶路撒冷的北边，若是讲雅各是以色列人的老爸，拉结伊就是以色列人的老母，所以以色列就是因的后代子孙啊。所以先知耶利米伊面对即款的情形，面对以色列目前的情况，伊所感受的是啥物？拉结伊即马拢伫坟墓内底为着伊的后代子孙在啼哭。耶稣出生的时，希律王因为烦恼家己的王位会受到威胁，所以安那，伊做啥物代志？出一个命令，讲啥物？所有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拢爱安那刣死，有无？拢总爱刣死。所以马太第2章18节嘛引用这节圣经节。马太福音是主后耶稣出世以后第1世纪互人写落来的。耶利米书是伫耶稣出世以前6世纪前第6世纪所写的。所以这两大的经文会当互相来呼应拉结迄个啼哭。对主前第6世纪到伫主后第1世纪拢无停过。
迄考是考足久几啊百年。即个天考包括了以色列人的背逆，互因的国家受到灭亡、受掠到伫埃及的刑罚，以及安那以色列百姓因从来拢无备办好来迎战米赛亚的临到。总是到16节的时，上帝讲伊要互迄场天考来停止，因为受掠的百姓要搁一届转来。马太福音伊在用这段经文的时，毋但要回应亚利米时代以色列人国家灭亡、受掠的即个事件，若是咱搁较会当看迄个，搁较看迄个上下文，伫人类的救赎的历史中，因为有一个婴仔的出世，伊要带来安慰，即场天考就要互上帝救赎的计划来停止。17节有讲到囝儿会转到伊家己的境内。伫遮所讲的囝儿，就是18节所讲的以法莲。咱拄则讲拉结代表规个北国以色列的老母。约瑟有2个囝，约瑟有2个囝，拉结嘛有生约瑟就是约瑟的2个囝，就是玛拿西甲以法莲。北国的第一个国王亚罗波安，伊是以法莲的支派。伫遮，咱看到以法莲。毋但只是有献迄个赎罪的祭，搁较重要的是啥物？伊即马开始用心灵甲信息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。各位兄弟，伫先知书内底常常会出现2个字，就是一个词啦活倒转回转，活倒转。这伫信仰的中间，就是讲到悔改。活倒转是一个动词，讲啥物？讲上帝本是原本伫罪道路顶悬直撞，总是即个时阵忽然转一个弯，改变一个方向。信仰中的悔改，就是心思意念的活倒转，活倒转来。就好亲像咱信耶稣以前，咱可能常常油头革面，总是信耶稣以后咧，咱满有笑容，搁有安那？咱信耶稣以前可能真咬紧别人的毛病啊，总是信耶稣了，咱好亲像带着一副无共的目镜，即马开始当看到别人的优点是啥物。所以拄去旧的受破坏的悲伤，伫旧人的时，迄时有真大的悲伤，无望的遮天考，要因为即个充满恩典的上帝，呼召伊的百姓会当活倒转。人会当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祈求，来经验到上帝对伊的接纳、医治甲安慰。20节，先知要互上帝百姓知影，上帝永远在听因。各位兄弟，咱做基督徒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为着咱家己的罪，大祈求，会当悔改，会当甲上帝讲。迄是因为咱有得到救赎的愿望。过去已经发生的代志咱无法度改变，已经发生啊。总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，上帝会当互咱过去的性命，有一个新的意义甲新的转机，互咱无搁活伫受破坏的关系中，受到魔鬼撒旦的辖制。21节。咱看到圣经讲到以色列民以色列百姓，伫遮原文圣经若是好本圣经，和合本圣经有讲到，原文是讲到在色女。先知书中间常常拢有使用即个名词在色女，来描写啥物？上帝百姓甲上帝的关系。有一幅图是安尼伫先知描写的中间，上帝是红塞，以色列百姓拢是伊用聘金来的，聘来的遮的在色女。其实先知每一届用即个比喻的时，拢是要讲到啥物？拢是要讲到以色列人因伫属灵顶悬犯着奸淫，因背弃上帝，亲像行奸淫的人共款。总是伫今仔日，咱讲到即段经文是安慰复兴的应允，伊佫用即个比喻的时。是因为伊的情形要完全无共，
以色列人伊过去安怎行奸淫，互上帝赶散到伫其他的国家，答应会当搁一摆转来，转到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。22节讲到啥物？耶和华要伫地上做一项新的事，就是啥物？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。这段是一段咱毋知要安怎来解说，无法度有真好的解说一个经文，就是啥物？上帝要互进前济济解来行奸淫的这个女子会当转来。耶利米第3章22节，圣经有记载，上帝讲：我要医治恁的背逆。和合本圣经是讲啥物？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。各位兄弟，背逆嘛是一种病呢。伫现今有济背逆的这个病啊，拢发生伫咱的家庭中间。这就是为什么今仔日咱会邀请咱的张秘书长来到咱中间，甲咱来分享。等下咱有时间，互伊来分享。往往有真侪人，伊伫工作顶悬，拢有真好的表现，甲人的关系中间嘛有真好的人际关系。总是伊有真侪压力，伊毋知要安怎来表达出来，所以常常就将遮的苦拢巴肚内底吞啊，心肝有济苦毒，拢安怎？拢出伫甲家己上界亲近的人的身上。所以对咱的太太啊、先生啊，也是咱的囝，常常拢无好面手啊，还是大细声。囝，咱想看觅，若是一个囝伫即款充满苦毒的家庭大汉，听袂到厝里的人爸母对伊讲出真稳定的话，伊伫厝里所学到的啥物，伊到伫外口嘛是讲啥物。各位兄弟，这就是为什么咱要真积极来做伙来推动这个运动就是爱回家、爱家，给予希望，给予爱。所以咱嘛真毋茫教会会当伫8月第2个主日，毋拿过88节啦咱嘛会当定做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日子。咱知一般的人，因若是伫生活中拄着问题，大部分的人拢只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、去处理。总是咱做上帝的囝儿，当咱拄着问题的时，咱会当安怎将问题带到上帝面前？人拢有拄着真困难的处境，总是咱若是会当甲咱上亲近的人，做伙将遮个真艰难的所在带到上帝这段的头前，互上帝来医治疼惜。听兄弟，诗篇51篇有甲咱讲，上帝所爱的罪，就是忧伤的心。无得甲咱会想，我着遮济毋好的习惯啊，常常发脾气，也是济代志。我敢有资格将家己献互上帝？各位兄弟，咱会当安尼做，毋是因为咱有完全，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咱会当献上的，通得到上帝欢喜。各位兄弟，这段毋若只是伫礼拜堂内面，咱的家庭是上界容易受到攻击的所在，所以咱要伫咱的家庭设立上帝这段。通过时常引带咱厝里的人做伙来亲近上帝这段，做伙得到稳定甲快乐，互咱的家庭会当活出上帝的话语。22节，煞遮有讲到查甫人的意思这查甫人的意思就是勇士的意思。查某人要安怎来保护查甫人呢？要安怎来保护这个勇士呢？这是一个双关语啦。保护的意思就是 surrounding。就是围围啦，环绕包围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讲啥物？这个原本背逆行奸淫的女子，这以色列人，因要活倒转来包围这个勇士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以色列百姓，伊要活倒转来包围着咱的上帝安尼。第二个，立心的一个欢喜23节到30节。这以色列百姓，因原本伫遮的城，拢行安怎来行济的背逆的代志。上帝今嘛要互遮的所在，加做一个圣洁的所在。过去安怎伫罪内面散车，
即马上帝要互因伫稳定的中间来满意。即件新的事，就是上帝医治以色列百姓背逆的背逆的病。26节突然记载，先知亚利米忽然亲像困醒共款，心内感觉真欢喜。我安怎？因为正前所讲的这一切，上帝的话好亲像是侪审判甲管教。总是讲到即马，先知忽然明白啦，审判会带来清气。审判会带来清气，所以先知伊的心嘛受到安慰。28节是讲到亚利米书有2个真清楚的信息。第一个是消极的，就是上帝要安怎拔出痛悔、邪道、灭无、困苦。第二个积极的作为是啥物？就是上帝要建立财政。28节、29节到30节，真趣味的一节圣经节。总是这嘛是迄当阵的俗语啊，迄当阵的俗语，意思就是啥物？老爸欠钱，囝来还啊，父债子还的意思。伫旧约列王记中间，其实上帝非常吞忍忍耐即群背逆的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伊无马上实现审判来刑罚因，总是到伫南国最后一个国王。西底家做王的时，上帝讲要审判因，迄是因为因前几下代的国王马拿西所犯的罪。马拿西在位55年，伊做侪上帝看做无欢喜的代志。后来呢，伊生一个孙叫做约西亚。约西亚呢，伊却行侪上帝所喜爱的代志，所以伊是一个好的王。上帝因为约西亚的敬虔，无审判伊，直到西底家做王的时，犹大的罪恶满，上帝就决定要管教刑罚因。所以迄当阵受掠的这变士拢讲：哎呀，为什么咱即代人遮衰啊？阮老爸、阮阿祖犯罪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我爱承担。讲兄姐，这变士无认罪悔改。因无学习约西亚王敬畏上帝，反倒在埋怨责怪伊的先祖。所以亚利米甲先知亚利米，甚至是以后的以色列，伊拢讲啥物？每一个人拢爱为着家己所犯的罪，伫上帝面前承担一切，面对责任。亲兄姐，咱要为着咱家己的性命负责任，愿咱用谦卑顺服上帝的心。互上帝重新搁一届，伫咱的生命中建立财政。第三，经生的稳定，31节到34节。伫现代，咱知影咱的世界拢真好命，物质真丰富，所以有当时食饭的时候，互真侪爸母头痛。2礼拜前15日，15号2礼拜前，我有机会甲主日学到伫宜兰的东山教会做短宣队。即群的细囝甲遮的队服因的表现拢互东山教会牧师长职非常的肯定。即届短宣队有一个真特别，甲以往无同，因为阮有邀请有参与短宣队囡仔的家长，会当甲阮做伙来去东山教会来进行福音活典的事工。咱拢知爸母若是无伫身边只有遮个细囝甲牧师甲老师做伙，因拢安那乖毋免你讲啥物，因拢会当做甲真好，只要你一个命令，因拢会当做。所以，阮逐顿食饭规礼拜做伙逐顿食饭，你拢毋免特别甲因别讲要安那，拢毋免，伊拢会当食甲清清气气。就伫一切活典的事工结束的迄个主日15日，迄个中昼，阮伫东山教会，中昼伫教会食饭，因为安那有爸母伫因的身边，有的细囝就开始安那。这无爱食，迄无爱食呢。其中有一个细囝，伊啥物拢无爱食，无论伊妈妈还是牧师、老师安那甲伊讲，软硬兼施讲啥物，伊拢坚持无爱食。所以大家无法度因为佫要赶转台北，所以即个妈妈真有智慧，伊犹原坚持一个原则：你即马毋食，你即马等下咱就车时，你就摕去车顶甲我食完。若无咧？因中间原本约定的迄个宣告赢了后，
要送互伊的礼物会改变，因为即个妈妈真严格坚持，最后即个细囝伫车顶嘛将迄个饭食甲清清气气。各位兄弟，即个老母无因为即个细囝破坏了规矩、破坏约定，伊就后悔。我正经为虾米要甲你讲？老母无安尼来放弃即个细囝，来取消原本对伊要互伊的鼓励迄个约定。伊是不断地试看觅更新伊的方法，毋是妥协细囝的意爱，是望细囝会当伫每一摆食饭的中间，拢会当得到真平衡的营养来得到成长。同款伫旧约中，以色列变士因的先祖出埃及的时，圣经讲是上帝有调因的手，甲因社会来立约，所以称作是西奈之约、西奈之约西奈山的约。总是即个约已经互变士破坏啊！人民人的上帝，伊无后悔，伊无失望，伊却讲要来更新即个约。即个约毋是一个全新的，即个约是一个更新更新的约。约的关系是同款，是啥物关系？上帝是以色列变士的上帝。以色列变士是要做以色列人，就是要做上帝的变士。这个约新伫倒位呢？过去的西奈之约是写伫石板内底、石板顶悬。今仔日新的约是要放伫以色列变士人的心的内面，毋是要废除旧的约，因为主耶稣嘛捌讲，就是天地废无。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，拢会到拢总食。要安怎来食呢？当咱来受着主耶稣伫十字架顶，伊要吞落最后的一口气，伊讲啥物？食啊，食啊！到底耶稣食啥物？如果咱无读旧约圣经，咱就毋知影到底咱破坏掉啥物，互咱有啥物物件变做无完整。需要耶稣来行才会事。耶稣成全律法中所有公义的要求。过去石板顶悬的律法，定咱每一个人的罪。但因为耶稣基督，咱得到救赎，信心会当踮伫咱的内面，甲咱的心做伙见证，咱就是上帝的囝儿。信心也就是真理的神。伊要引带咱进入伫真理的自由中，律法无过只是写伫石板顶悬，伊是要下伫咱的心内，就好亲像为什么咱要鼓励大家常常有机会将上帝的话记伫咱的心内，毋免逐摆拢一定要现圣经，咱才会当知影，所以咱伫咱的消息的中间嘛有一条。咱开始要来鼓励大家，咱来暗念100句的圣经节，伫100年的时代当献互咱的上帝。所以，亲像咱圣经讲的34节的头前讲着，若是有上帝话伫咱的生命中内化改变，互咱会当自然对心底就会当认捌敬畏咱的上帝，互上帝加做咱的主，加做咱的王。34节的后半段，下半段，毋是讲上帝忽然失去注意啊，袂记得人捌犯过过失，迄是因为耶稣基督伊愿意拼空家己的性命，为着你甲我，为着咱的罪，付出全部的代价。互上帝无搁纪念咱的罪过，所以咱会当徛伫拄起旧的、才会破坏的、才会悲伤，会当重新立约才会稳定中。咱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就要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光照中间，咱会当清气当穿披戴耶稣基督的光强甲完全。求主的信心来光照咱，互咱知影倒位是咱的软弱，咱生命倒位需要来破除，还是倒位是咱真困难去赢过罪甲毋好的习惯。互咱倚靠上帝稳定来破除这一切。咱的上帝毋那是破除这罪甲毋好习惯的主，伊搁较是带来
更新溃来的主。所有新的稳定，上帝拢备办好啊。总是咱毋通只是知影，咱爱用行动生活去经验咱每一届为着咱的罪、咱的软弱，伫上帝面前提靠，咱的上帝拢要接纳、医治、安慰咱。各位兄姐，伫国家灭亡、百姓要收掠、上界悲哀的时代中，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，互百姓上大的安慰。伫耶利米哀歌3章21节到25节，伊安尼写：我的心越倒转受即个事，所以我有仰望，阮无抵到灭亡，是对耶和华者的慈爱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，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息极其空大。我的心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我要仰望伊。既然听候耶和华，祈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予伊。当咱的教会要庆祝100周年的时，教会的外观，也是讲真侪庆典的活动，咱看周报，拢不断地赶紧伊的脚步。请兄姐，咱每一个上年人，伫100年的时，咱想要献予上帝什么礼物？愿咱的性命，愿意不断予上帝拔出、痛悔、车倒、灭无、困苦。咱来经验上帝更新的建立财政，互咱的一生拢活伫上帝的恩典中，互咱的性命会当见证荣耀咱的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真正是看见阮家己是偌尔丧向。主，恳求你的神即时来提醒阮，互阮知，阮会当搁一届活倒转来倚靠你。主，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，帮助阮每一个兄弟，当阮愿意为着阮的罪、阮的软弱，带到上帝面前的时，上帝你拢互阮体验着上帝你接纳、医治、安慰阮。主，阮要搁一届恳求你收拾阮每一个兄弟有刚强壮胆的心。主，互阮会当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毋那只是献祭，毋那只是礼拜，搁较重要的是将你的话语加入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的生命所行所做所讲，拢会当荣光你的名，利益伫济济人。主，阮将每一个兄弟交托仰望伫你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